续来看，行政院的前院长张俊雄11号伫高雄举办告别式，当时这个周边的交通管制是真严格，有民众徛伫个矫情区、定清路甲山骹路口安全维护的区域内，想要来翕总统的车队，煞互远景来阻止。远景甲讲，翕这个特种车队是违法的，这是互民众想袂晓。这个画面铺上网络，嘛引发着讨论，这敢真正违法的？警方事后来驳回讲，无违法，是善意的提醒。我们现在是在执行公务哦，那按照法条来讲的话我们有刑法135、136、138、140、141妨碍秩序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。民众徛伫路边摕相机，想要翕总统车队，结果去互警方关注。那你拍特种勤务，那你就是有违反。我拍特种车队有违法？对。你是说用哪一条法规说不能拍车队的？就是这句翕特种勤务，你就是有违反。民众讲，伊听甲无煞煞，到底是安怎袂使翕？柔性劝导，可能在民众上面可能观感会比较好。他如果没有违反到交通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需要去。因为你车队就行驶在路上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私不隐私的。安全措施的，这种有问题啊。你当然你徛伫内面，应该是无违法啦。代志发生伫顶礼拜六，前行政院长张俊雄伫高雄市立殡仪馆举行告别式，真侪位重要人士拢出现伫对峙会场，附近的交通管制非常严格。警方讲，当时远景执行安全维护勤务时，看到民众摕相机，行伫咧安全维护区附近，烦恼会影响到交通安全，才会提醒。他站在里面但是他要拍车队，你们要不要叫个人来看一下、监控一下？一旦的总处理。远景基于整体安全考量，随上前善意提醒当事人。徛伫安全的维护区，想要翕总统的车队，煞去互警察用法条来关心。警方回应讲是善意的提醒，毋是讲翕车队的违法，是讲这话讲了伤直，若是会当小时仔加一个，都较袂互民众误解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